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根据张维迎教授一篇讲话整理的，咱们一起学习啊，看看张维迎教授讲的是什么东西。他这文章标题叫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这个标题开门见山，开宗明义这么说的啊。他说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正在消失。他说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但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是周期。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长、负增长，中国维持9.2%的增长，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这文章分几个部分，他第一个部分说叫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他说这里张维迎教授引用了哈耶克的比喻，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是抓住老虎的尾巴，那是不是很危险？把老虎尾巴抓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啊。他说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他现在仍然抓住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的问题是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这就是咱们说的应收账款。很遗憾，我们现在很多人仍然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笼统的说，很多人把这个都寄托在会议上面，认为开会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会一开，思想认识一统一，问题就解决了。咱们一直说啊，如果开个会问题就能解决，那朝鲜一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没有之一，因为他们经常夜里还开会，各种庆祝会。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企业家能做什么呢？他说我总结企业家有2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创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但是第2个功能就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 iPad， 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3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第3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当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他说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卷，利润越来越少，最后生产不赚钱，但是你这个投入已经下去了。就好比新能源汽车吧，你按照张维迎的说法，你新能源汽车你现在没有套利空间，你刚开始套利是套政府补贴，后来套什么利？就是人家专利放开，没有什么专利，大家不用投入太多，马上把人组织起来生产，你只要投入生产卖出去。那现在新能源
汽车马上就要饱和，也就是所谓的均衡，也就是你无利可图了。那怎么办？那就看谁有创新，打破这种均衡。你比如说你的自动驾驶厉害，咱们政府是支持自动驾驶的啊，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积极的来试智能驾驶，而且出台法规来适应。我们对这种新事物其实非常支持。你比如北京市就已经出台交通规范了，为 L3级的这种智能驾驶铺路。你这个企业在智能驾驶这块领先别人，你就打破这种均衡，创造了新的需求。张伟银说，他说我们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甚至没有。他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他说，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这个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30年发展主要是套利。当然这个一定要记住了，不光是我们，韩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有其他地方，它都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刚开始叫套利，叫山寨呗。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回忆一下，那个时候韩国跟美国打官司特别多，就关于汽车啊，美国老是告韩国汽车侵犯专利，打的最多的就是外国。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后起之秀，它发展也是这么个过程。先是套利，套利说不好听的，很多地方就是山寨模仿。套利套不动了，逼着你创新了，你只有自己创新。那张文银说，创新是什么？他说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被认可，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产品，30年前没人想得到，这个倒是。他说同样可以说30年后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他说在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对吧？都认为比尔盖茨是疯子，精神不正常，对吧？大学不上，跑到这个什么就辍学去创业。100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第3部分，张文银就说改革就是把私权还给个人。他说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呢？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他说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2个方面政治体制。他说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关于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张文银他还有一段视频讲话呀，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第二，那好多国有企业的这些所谓贡献，我们只看它的一面，不看另一面。我们贡献的多是税，多是产值，多是就业。我说你看看投入，国有企业工业行业占国有企业占的资产的42%，创造的产值只有27%，多年如此。乾隆皇帝啊，好像是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你就认为说我们现在只有1个孩子啊？乾隆皇帝的生产率是我们的27倍，不是他占的资源多，他占了这个资源本身不弄，他的这种对资源的占领啊，其实损害了别的人的生产力，就外部性啊。你看他后宫3000个女的，意味着有3000个男的找不着对象，当然他又把这3000男的变成太监我们国有企业就是它的这种不公平的地位了，大大的约束了私有企业的成长你看你调查一下国有企业，一定是各种裙带关系。国有企业对这个社会公平、对社会道德的这个破坏，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生产单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改革我其实也不难只要你下决心，比80年代、90年代要简单多了。你看后面我们好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上市了嘛，你要做的无非就是股份转让的问题，出售的问题，你也可以分给老百姓，而且不要一步到位你现在占80%、70%，你先减到50%，喊你控制，什么都不变，然后减到30%，逐步的好多民间的力量就
就占领了。国家不要再国有企业。张文银说啊，就是政府管得太多。他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他说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利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利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他说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他说好在我们过去20年来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的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就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对我们的麻烦可能更大。这个恐怕指的就是买美债。他说还有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用，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当然这个说的是前几年。这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了，财产很快被处理掉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于我们的司法制度，政府大量的权利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犯私权。这就是有人根据张文银老师的讲话整理了一篇文章，这个讲话恐怕是几年前的，但是啊，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啊，改革就是不断的还权于民。张文银老师说，他说过去20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叫移动互联网。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一直说啊，在技术方面我们恐怕不太好说，但是在应用这一块，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应用，那我们确实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是在看着我们。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反复强调，应用这一块，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张文银说，这个外国基金进入中国这20年帮中国很大的忙，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这一块最为突出。现在稍微有名的一点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也大部分都是拿了美国人的基金或者是外国人的钱。为什么他要到纳斯达克上市，要去香港上市？就是因为他拿的是美元基金。你比如京东、阿里、腾讯的大股东是南非主权基金，美团、滴滴，现在主流的社交媒体这些应用都跟美国基金有关系，也就是外资砸了这么多钱烧起来的。所以你看，美国国会要禁止 TikTok， 这美国人转了一圈，他发现还有小红书，他们也有 Facebook 他们也有 Ins 一大堆的社交媒体，他为什么要找中国的社交媒体，要找中国的社交平台？为什么？实际上从侧面也反映出咱们在移动互联网应用这一块确实是走在前列，这个你不服是不行的。移动互联网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Facebook 还有一个油管，它是互联网产品，它生下来它就不是为你手机用户设计的，它是为电脑用户设计的。所以这2天最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抖音难民，对吧？洋务运动，小红书还有抖音，对吧？这些社交媒体被洋人给占领了。这个就从侧面反映咱们在移动互联网这一块那是领先的。咱们天天扫码，在中国扫码应用是最广泛，你付个钱扫码，加个好友扫码，都是扫应用，是不是无孔不入？连口罩期间扫码。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二维码是谁的吗？这个二维码是日本人的，移动支付那也是美国，对吧？那个马斯克先搞出来，但是发扬光大是在咱们这儿。美国人搞了移动支付，它的应用场景不多，它使用没有那么广泛，所以美国人到现在还用信用卡。中国呢，钱包都不要了，你出门就是一个手机。二维码是日本人发明的，那日本人二维码用的多吗？是无孔不入吗？但是你看在中国就是无孔不入，哪儿都贴着二维码。这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在外国基金的进入中国之后，咱们移动互联网这块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渐渐的远去因为外资都在撤退。外资不仅撤退，很多敏感的技术，稍微先进一点的技术都开始跟你小院高墙，先进的芯片已经不卖给你了，技术进行封锁，让我们被迫从套利时代要转向创新时代，你得自己来了。这个也加剧了我们未来的困难。
创新哪那么容易？创新有大量的投入，创新有大量的失败。这个是张维迎老师几年前讲的，放在现在还是适用的，还权于民。我们现在经济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我们现在做蛋糕不太容易，已经遇到了国内和国外这种压力，你的外贸又遇到各个国家，这个不是说一说加关税，好像那就是全世界对我们有意见敌对，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以前这个世界这个体系叫全球化，美国它推行全球化，大家都接受，似乎意见不大，所以大家都闭着眼睛全球化。但是当美国它遇到自身问题之后，它对全球化它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甚至逆全球化。你美国开始逆全球化，那就逼迫全世界大家都审视，是不是在全球化中我吃了亏，美国不参与了，那我为什么要参与？那我也得保护，大家都是小院高墙，开始自我保护，贸易保护都在抬头。这不光是美国，欧盟不也是吗？甚至印尼以后菲律宾，总有一天非洲它也会贸易保护，因为每个人都会算账，我是不是吃亏了？逆全球化，对吧？那对于咱们来说都不是好现象，贸易肯定是压力非常大。而我们的内需，有时韭菜的没钱，舍不得花钱，你的投资往哪儿投？你投到哪儿还有效益？过去是蛮荒时代啊，过去是开荒时代，所以你只要修高速、修高铁都有效益。但是你越往后修就不行了，你比如修地铁也是的，你刚开始修地铁，你政府可以补贴，修地铁带来的拉动经济效益那是非常大的，政府补贴是可以的。你现在政府补贴不起了，你把地铁修到那个菜地里面有什么用？其他的大基建也以此类推，都是这个道理，不产生效益，效益是在低减。也就是说，我们做蛋糕越来越难，把蛋糕说做大，我们当然希望蛋糕越来越大，增量越来越多，用增量去解决矛盾，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又不涉及以前的利益，新增的利益大家来分配更加均衡，这是一种理想状况。现在是新增很难，我们只能动存量，你要动存量实际上就是动很多利益，这大家都理解吧？因为存量已经被瓜分完了，你的这是他的，那一块是别人的，你很难动。我们都希望增量，但是增量太难，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说要从分配入手。分配入手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要增加，以前 GDP 更多的恐怕是到投资大基建拉动，而消费占的比较少。现在就是说你把大基建投资这些压缩，让消费增加。那你怎么能让消费增加呢？那就只能让韭菜的收入增加，让韭菜去消费。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刚才说的国有企业，也就是维欧老师老说的，我们的大头在哪？把那个大头用来多保障大家的，比如养老医疗，把它补充进社保基金，让韭菜减少后顾之忧，不增加韭菜，不增加企业现有负担的情况下，韭菜的未来它有保障，它现在赚的钱它就敢花，对吧？实际上这涉及的都是分配。你既然做大蛋糕不容易，因为现在5%的 GDP 都很难达到了，海外机构认为4%或者4点几。张维迎老师说还权于民是改革，那现在把财富用来对老百姓进行保障，这也是改革。学一学阿根廷的米莱，学一学马斯克，缩减政府的开支，清除冗员，清退那些编外人员，压缩编制，这个在阿根廷至少目前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连越南都开始跃跃欲试要学习，连马斯克对吧都现在摩拳擦掌，这个1月20号一上任，那他们就开始动手了，朝美国的公务员下手，也只有这样才能立竿见影，才能让经济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最主要的是恢复了老百姓的信心。哈萨克斯坦人家都成立国家基金，这个国家基金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哈萨克斯坦卖能源天然气，卖石油天然气，这个收入里面多少要进入这个叫国家基金。那这个国家基金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给每一个哈萨克斯坦新生儿立一个账户，每个月给人家打钱，连哈萨克斯坦都能做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哈萨克斯坦的那些油田，那些自然资源才真正的是为哈萨克斯坦人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才真正的是拥有山川河流。维欧老师这个话放在哈萨克斯坦那是能说得过去的。我们也拥有山川河流，但是我们只能看不能用，我们只有欣赏的权利，只有赞美的义务，你不能真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